最近有不少民众开始买年货啊，外地的价销1公斤是起到99.37块。农业部要协调台糖增加提供1150只来稳定供应。另外，台北市的直化鸡今年有真侪脱水的食材小可起价，亲像日本的干贝，1斤是比旧年贵200块。起司蚕豆酥都可以试吃看看哦。来到台北直化鸡年货大鸡开始第2天，拄到假日人是有够多。不过有民众讲，说1年内发现今年袂少大货也是开喙刀这物件价小敢若拢有起价，拢比旧年较贵。因为我们家吃很大量，所以蛮可怕的。对，今年都不太敢买啊。可能会叫你试吃啊，我们就吃，就一称起来，就价格就有点吓到这样。就惊民众买来买，就卖腊肉的业者坦白讲，尽管这进货成本有增加，不过伊也是无起价来挽人客。延长涨价，但是我还是没给客人涨价，因为我这边卖很久了，回馈老客人，我就不想涨了，就赚少一点就好了。过年节啊，团年食饭大会也是真侪妈妈会买物件之一。不过今年像是日本海带，去年一袋斤大约是45到500块，今年就要600块。另外，日本干贝一袋斤比去年加贵100到200块。还佫有像是腊肉也是腊肠，价小波动无大，大约贵20-30块。很多食品都是靠进口的运费的，还有外加工读生或是员工的时薪也有调涨，无形中就会涨在1成左右，这是不可避免的啦。因为这个过年节要到啊，国内毛猪的需求大大增加，车站毛猪价小每公斤100块，来到99块3角7。农业部讲13期的协调台糖，增加提供1150只的猪来稳定猪肉供应。不过，甲猪肉伊大会价小起价，国内两家团说产地价小落价1斤21块半，是7年来的上价。比如以前150大概10几颗，现在要150可以买到30几颗。今年比较顺，没有禽流感，种鸡进的太多，蛋量比较多了，红盘价还不一定啦，跟蛋商协商啦。市价协会讲，这月甲2商开2家议价平台，也毋过若是鸡卵价少，生产伤多，产区佫无法度加速来减产，鸡卵价少是毋是佫失落？也为少生产鸡卵的农民感觉烦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